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良辰美景待我言，生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须等斜头过尽烟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金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前方高能预警啊！告诉你们，姐姐我要开始放大招了。汪兰，你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吗？我昨天晚上又做了那个梦，又是那个跳崖的梦吗？但是这次跟以前很不一样，我梦见那个人的脸了，是苗里。有没有觉得很诡异啊？苗大神梦见那么帅的一张脸，诡异吗？正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我怎么觉得呀？这不是噩梦，是春。去，春什么春啊？一点都不春。真的就是觉得很诡异，总觉得后背凉飕飕的。好了，先别多想了。我觉得不会是什么坏事的。苗大神嘛，出现在梦里，难道不该是个吉祥物吗？别逗了，只要他出现的方圆1公里内，我都觉得很衰，好不好？觉得他是一个移动雷区。天哪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怎么样才能引起汪兰的注意呢？同学你好，可不可以交个朋友？这样太老套。同学你好，我认识你很久了，可不可以给我寄？这样又显得太突然，要不然直接和他说。万兰同学你好，我是来报恩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本湖虽然美貌无敌，但这样会不会太浮夸了？同学，让一让。哦。有了。把钱拿出来！我真没钱了，学长。少废话，赶紧的！这是什么？拿出来！不是，你干嘛呢？赶紧给我放手！救我！他勒索！这是学校，你还敢明目张胆勒索？我再告诉你一遍，赶紧走！小学妹，
我警告你，别多管闲事儿，听见没？识相的赶紧走，不然叫你好看。对，赶紧走。汪涵同学，你刚刚那一招是太厉害了。小 case， 你认识我啊？挑战苗大神的汪澜同学谁不知道？我叫狐狸，也是大一新生。你好。你好，你救了我，就是我的恩人。正所谓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我决定以身相许。哎，你想干嘛？许什么许？一言不合就要硬撩啊？说错了嘛？就是从今以后，我决定请你吃饭。你今天有空吗？我们没空。狐狸同学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们现在要上课，下回吧。那留下电话号码吧。哎，你准备的倒挺全的，要不要这么套路啊？我们跟你很熟嘛，就留号码。黄兰，别理他。我又没别的什么意思，大家都是同学嘛。同学那么多，你见个人就要递纸条啊？拜托，你搭讪也走走心好不好？好了，小桃，刚开学，交个朋友。谢谢。套路王中王，非奸即盗。王兰，我们走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苗学长。小云浪，我干嘛要担心他？那我先走了，我记得联系啊。哦，拜拜。那我们也走吧。汪澜同学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说出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呀。哟，好雅兴啊哈！这是你们男神的照片吗？啊？那么你来回答一下，男神用英语怎么说？没够，男神。我拜托你，以后出去不要说是我的学生，没够，我够了 ，out。老师，翻译是我查的，我也不懂你的你学生。坐下。小姐真倒霉，做纹身被男神撞见。哎，我让你罚站，你还敢跑？你给我回来！还挺主动的嘛。又是你，这是换花样了，不当门神，改当跟踪狂了是吧？你要不要这么吓人啊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下午击剑室有没有训练呀？刘表不会自己去看吗？
学长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。那就别说呗。我还是说吧，毕竟呀，人命关天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你跳崖了，而且死得非常非常的惨。我是真的怕你遇到什么危险，才过来告诉你的。哎呀，是真的，你别不相信，我没有吓唬你。我信了，遇见你一定没有好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们不会真的掉下去吧？高空坠落，难道我的梦真的要应验了吗？拜托你闭嘴可以吗？等下，不要动，退回去，轻点，退回去，不要动。苗学长，你怎么比我还紧张，还胆小啊？我拜托你，不要说话。你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儿吧？你别吓唬我呀！哦，你不会是有那个什么幽闭恐惧症吧？来来来，擦擦汗，擦擦汗啊，擦擦汗！你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，再过20分钟，同学们就会下课，就会有人发现我们了。你再坚持一会儿啊！你是不是觉得喘不上气？深呼吸，跟着我一起，预备，走！喂，天哪，遇见你我怎么会那么倒霉啊？苗里，你醒醒，醒醒，你别吓我呀，苗里！你醒一醒，醒一醒，醒一醒啊，醒一醒啊你！强中，苗里，你醒一醒，苗里，不会是要人工呼吸吧？先擦一擦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你们继续吧。不是，他晕倒了，你快帮我扶他，小桃。哎呀，他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，怕我伤心，所以不肯和我相认呀？王兰，你想什么呀？脑洞不要太大。对。是不，老师，他会有事吗？老师，他说晕就晕，身体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幽闭恐惧症，放心，不是绝症，一会儿就醒来了。等等吧。谢谢老师。那个，那你先看着点，苗大神，我出去了。小桃。你不想跟我解释什么吗？我也是想帮他们嘛。你这不是在帮他们。如果这个时候真的发生危险，别说是你，连我也挽回不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我错了。以后在学校不准有法术了。
是真的不记得我了，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你这15年都生活在哪里啊？你教我的剑术还没有忘。还有这个伤疤，每次看到这个伤疤，我都特别的愧疚。要不是因为那次荡秋千，你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你好点了吗？刚刚，谢谢你。哦，谢什么呀？你上次送我来过一次医务室，这次我送你一次，咱俩算是扯平了。那个，我去跟校医说你醒了。不用，我没事。你看嘛，我说我梦见的都很准，我的第六感很准的。我给你倒杯水。谢谢。这15年，你都生活在哪里啊？啊？你记得启明福利院吗？我不记得什么福利院。可是你不是孤儿吗？5岁，时间不对啊！你是从6岁才……虽然我是孤儿，但我没有待过福利院。我想，我应该生下来就被抱养的吧？他们跟你说的？这不需要别人跟我说。从我有记忆来，他们就一直在我身边了。可是那个吊坠……你有这个吗？这个东西我也带在身上，是我爸妈给我的信物。电梯惊魂怎么样啊？还在回味呢？怎么了？没亲到，不开心啦？我那是要给他人工呼吸，什么亲没亲到的？那你们刚才都聊了什么呀？能聊什么呀？就是他给我看了张他5岁的全家福，证明他没在福利院待过。有没有可能是记错时间了？照片没准是在离开福利院拍的呢。可他说他从小被领养，关键是他好像别的事情都记得，唯独福利院的事情不记得，这怎么解释得通呀？这个世界上啊，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是解释不通的。可这件事也太奇怪了，更别说我还能梦见他，还能预感到他有危险，这怎么可能是巧合呀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继续缠着他？当然，我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。大晚上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打个水，你快睡吧。哦，
那你小心点。好。师傅，是我，放手！什么时候能长大，不这么幼稚？我还是不是你亲徒弟啊？下这么重的手。哎，师傅，小姐说她梦到过这次危险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梦到过？小姐说她一直做梦，梦到有人有危险，那个人就是苗里。但是为什么苗里不记得小姐了？过去的事不重要。他记不记得，还是如今又遇见？只是你知道这段姻缘有结束。你在他身边有什么情况要多加注意。我知道。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叫狐狸的，一直鬼鬼祟祟跟着小姐，可是以我的功力又算不出他是什么来头。我会调查清楚的。哎呀，师傅，我们还是告诉小姐这些事情吧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回去吧。汪楠，苗大神的事情，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呀？我准备去趟福利院，档案资料应该有线索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去，一边去！我们跟你很熟吗？怎么不说了？王来救过我，是我的恩人，是吧，王来？小事情了，狐狸不用记在心上。怎么可以不记在心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周末一起带我去好不好？可是我们去的是福利院，没有什么好玩的。福利院，我最喜欢去福利院了。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吧。一起去吗？汪楠，周末要不要约上苗里一起去？虽然呢，你们中间可能出了点什么问题，但是你们可以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啊！带着他去福利院，即使他想不起来什么，也创造了一次可以单独约会的机会啊！让他慢慢熟悉你，然后再也忘不掉你。约什么会呀？约！我可不想热脸贴什么冷屁股啊！死皮赖脸，威逼利诱。不是，是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你别忘了，你可刚刚救过他呢，而且我手里还有秘密武器。这是秘密武器。而且我觉得你们之间的不通电呢，归根到底在于你打开的画风不对，人物设定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以前和他正面交锋的形象太生猛了，你应该试着做个软妹子。试问天底下哪个男人没点怜香惜玉之心呢？我哪里生猛了呀？第一，拿榴莲把人家从车上砸下来。第二，喷人家一裤灯水。第三，偷看洗澡。第四，偷拍照片。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看看你，整天洗把脸就出门，哪有一点女生的样子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有我呀。静一静，小陶老师要上课了。叮叮。化妆打扮是必修课，什么你本来就很美，通通都是糊弄鬼。所谓的素颜美呢，只不过是男生不认识的一种妆容罢了。总之，天生不够，外力来凑。人家打不开，你帮人家一下下嘛。行动上要适度示弱，
巧妙地学会求助，给男生显示绅士风度的机会。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段好难得当你远行，空荡荡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